1分鐘之內教你點樣由一間舊房變成一間獨撚房。想慳錢、性價比高，做一間獨撚房，自己落手落腳就真係少不免噶啦。其實唔係好難嘅啫，跟住我一齊做。第一件事就係清空咗間房先。間房其實太舊啦，所以你哋見到好多牆身都已經剝落，我哋就要清一清佢先。喺五金鋪買啲化白水，搽呢隻嘢記得戴口罩，好大陣味。然之後搽濕晒成間房啲牆，再攞個大鏟鏟清晒鬆脫咗個牆身。呢個步驟即係要戴重口罩，因為極多灰塵。之後再搽一浸底漆，唔需要溝水，直接搽上去。底漆乾透之後，用手摸下牆身，隻手摸唔到任何灰塵，咁個底就合格啦。搽完一浸底漆，個底又白又乾爽。之後就到最艱苦嘅批灰啦。第一層灰我會喺啲灰上面再加上石膏粉，令到佢個底層再實淨啲。之後就不斷重複將啲灰批上去，直至到平滑為止。我間房唔算好大，都批咗5層灰，總共係8桶20K 灰啊。之後就到油牆架期，呢個步驟就真係最舒服噶啦。完成咗之後，如果識玩電線嘅你，可以好似我咁樣分佈埋電線嘅位置，方便安裝插頭。家私方面，我會強烈建議大家做訂造家私，只需要俾一張平面圖，講出你嘅設計概念，會有人上門度尺，佢哋就會生成埋個 VR 圖俾你睇。其實而家好多訂造家私鋪都做到，一定要訂造家私先至可以將空間用到極致。作為一個獨撚洞洞板就真係少不免要有噶啦，加埋獨撚 figure 展示櫃，訂造家私嘅好處就係可以放到需要嘅嘢，呢個位都係我自己設計，再加埋獨撚電競洞洞板，將獨撚指數 level up， 電視加埋同步 LED 燈帶，將獨撚指數升華到極致，夜晚就可以享受獨撚嘅時光。快啲一齊動手製造完美嘅獨撚房啦！